爱青好春田，爱青好热田，爱青好秋田，我最爱寒田。青好乃达贵贱哦。紅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哇，係用藥嘅呢，我嚟bắt用藥嘅。哇，春天很香哦，爱青好春天。安江记，啊，你在画什么啊？我都要bắt春天。春天。错啦，你看春天清香哦，你看哦，把可以，還有用藥嘅喲。我觉得这张画还少了一点东西。少乜解呀？哈哈，少了这个啊！冬天会下雪啊，我妈妈有带我去看雪哦，好好玩哦。哎呦，死掉诶！我把嘅係春天，唔用同我把聲音啊！哎呦，安江記，哇，很香哦！錯噶，要爆發就按到講講嘅春天。講講嘅春天。No， 我知道了爆發，還少一些的東西。有少會乜嘅呢？哈哈，俺要做對嘞！熱天做得去海水搞水，生一條都好高誒！唔錯，這張畫可以再加一些東西。等等，還係秋天吼，秋天有半夜班，喊做的深夜發表。喂，一定要搞慘我啊！係把嘅係春天呢。不過秋天較好啊。唔錯，熱天搞水好好搞。冬天會下雪。熱天做得搞水。春天、熱天、秋天、寒天就當真，你都冇吵嘅啦。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什麼出現了嘞？春天來耶，怎麼跟我嘅發言都冇法？熱天來耶，怎麼跟你都喊唔出來呢？給成語，叫我來睇書。最勇敢嘅給成語，一天不完成廿個任務。好，看下嘅。我嘅春天有法嘞。最勇敢嘅給成語，一天會完成廿個任務。給成語，按字寫，我希望秋天碰樹會變風。冇問題，看下嘅。耶！碰樹變風誒，寒天老寫的。給成語，我按。奇怪，明明係講講嘅春天，結果我都會按到東西呢。安江記，不要來看呐！乜解？來，就可以還看到春天、熱天、秋天、老寒天嘛。實來買四季行跳跳嘅衣門，根本一買我5錢冇啊！唔是，我3錢冇呢。唔是，2錢、1錢、500。唔是，搶我100嘅我，門打開，
做得去春天、热天、秋天、老寒天哦。哇，太好啊！做得去海做去热天，喊做得一海去秋天。我要去冬天。哈，热天草是骗人的啦，管他管他。安讲记，我们买一个来玩了。错啊，没听错，这也做得去哦。我要去冬天，我要去冬天啦！好啦好啦，不过马来抢做得高一下哟。喂，我想要买西瓜钓太太烟烟们。好，安子 say 拜拜。哇！耶！西瓜好漂亮，衣服送我嘞！安子 say。有的胃口。原来只是一个月历哦。咕咕咕，是个最厉害嘅英雄，是不是勁人咧？春天來耶，做乜嘅我嘅發現都冇法。熱天來耶，做乜嘅熱頭喊唔出來呢？幾層熱，叫我來睇書。幾層熱是夢，本來嘅春天發現困難沒法。熱天趁熱頭，秋天又碰樹葉，寒天會落雪。不過喺講春天老寒天，做得窮下個咩茫茫嘅啊！好，空下嘅。喺講秋天做得人熱天窮下個，唔掉幾好誒。冇問題，空下嘅。耶！啊，師傅出部位啦！买个西瓜行头头一米1，便宜的啦！骗人骗人！退钱退钱退钱！啊？又恨嘅煙煙們根本就冇單冇單。這裡，唔好驚，我剛剛唔記得送你一條贈送品呢。啊？贈送品？贈送品都兩地擺度，仲得西瓜行跳跳哦。怎麼會拿這個來騙我們呢？西瓜行跳跳煙煙們有送贈送品呢。哦，還有送聖禮，好棒哦！有那個東西，哇，可以收法呢？法？係講屁定了重要啦，係唔係當中春天嘅用嘅啊？你睇看，係留言機。哇，好好聽哦，是海浪的聲音。這屁定了重要啦，就真經常看到熱天夠用誒。秋天的贈送品係點心呢？可惜嘅點心，屁定也重要啦。哇，真的感受到秋天了。冬天，我要去冬天啦！又係乜嘢呀？我知道，這是冬天的雪，我摸過冬天的雪哦。係講在屁定也是寒熱啦，人就真見來到寒天了。很讚哦！人哋看到講嘅春天，看到熱天嘅鹽咯，知道秋天嘅米心，還可以摸摸冬天哦。耶！幾同嗌㗎？
大家好，我是主路后美猴王。主阿叔，好。水果啊，以后来送一类春天的花。哇，春天的花。春天是什么意思啊？春天哦，就是春天的意思。哦，春天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夏天一定是夏天。不错啦。你按用讲哦，就亲像从夏假太起秋阳呢，不错。水果啊，来问你啊，夏天会怎么样呢？夏天会很热啊。所以客家话的夏天啊，就叫做捏田。哦，捏田。那秋天呢？你讲看看的呀。秋天应该是秋天。嘿，水果啊，懂好呢，讲得懂好哦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呐，你去看看呢。很美，冬天。唔错。可以很美，冬天。唔错。水果啊，来问你啊，冬天会怎么样呢？冬天会很冷啊。所以啊，客家话的冬天呢，就叫做寒天。寒天。水果啊，你要不要把客家话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用客家话再说一次？好，春天、热天、秋天、寒天。嘿，水果啊，懂啥批呢啊？按下就会讲了啊。春天、热天、秋天、寒天，唔知大家最后哪十几节咧？听听啊，做乜嘅？叫人建筑個喊過來呢？乜嘅建築個？你講，喊過來呢？It's me， 建築個建到太平喎，滿意嘛介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建築個建到太平喎，滿意嘛介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感謝收看。